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8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做16岁是台南府城第一位传统，其中主要奉祀青牛马，已经有285档历史的开龙宫，阁是历史上久、相当遵照古礼的宫庙。对此市长赖清德除了祝贺新任的合资以外，也强调16岁并不是所谓加倍，而是责任变重，有真大的意义。由市长赖清德亲自颁发新人礼证书，给满16岁的女生，借此祝福因已经成年，但也代表着因责任变重，应该开始替父母分担家庭负担，应该爱友好父母，认真读册。市长第一件事情，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清楚知道母亲的苦心啊，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孝之始也。从保护自己的健康安全开始做起。那第二个呢，也应该要知道我们责任加重了，责任加重了。那从什么地方开始做呢？因为你们还是学生，就是从刚刚曾主委勉励我们的，要认真读书。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现在家庭，那么也许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同学帮忙的，那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要分忧解劳，帮助爸爸妈妈，帮助家庭，处理一些事情。开龙宫为建立较大，已经有285档的历史，主事青牛马是保庇囡仔的性命，所以只要出来囡仔满16岁时，父母就会带到庙内祭拜青牛马，感谢生命庇佑囡仔大汉。因此，开龙宫的做16岁仪式，算是台南历史上久，也是上遵照古礼的。咱这个开龙宫主办做16岁的活动，最有历史、最遵照古礼、最有代表意义。咱这个开龙宫是咱这个公园1732创立的，到今仔日已经是285档的历史。过去出桥两青牛马亭，真侪父母拢欢喜来替家己的囡仔翕相留念，记录这难得的时刻。因此现场会当讲是客家满满、热闹滚滚，充满着当大人的庆祝氛围。咱新闻站上何乔邦采访报道。安平开大天后宫的做16岁仪式，今年迈入第19档，透过感恩皇帝等等的仪式。互当大人的青年学习孝道的重要，也请未少家长带囡仔前来参加，场面相当温馨。参与做16岁仪式的青年，手捧茶来献予家己的父母，感谢拥有之恩。需要行过花道，两出招无经，向真已经当大人。借着这个仪式，除了是要留下珍贵难忘的回忆，做父母的也希望囡仔会当更较有责任，为家己的行为负责。就表示说他长大了啊，以后要承担一切事情啊，现在是大人了，不是小孩了。我伫这嘛要代表所有的市民，祈求妈祖婆甲青牛马的保庇，互咱的囡仔16岁成年礼了后，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学业进步，未来出社会会当安尼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幸福。安平开大天后宫的做16岁活动，今年迈入第19档。这次佮甲观音亭、灵济殿、区公所合力规划，互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因为传统科仪非常完整，所以吸引200多位青年朋友报名参加，场面相当热闹，充满意义。咱新闻站上何乔邦采访报道。现代社会大家拢无闲，加上无了解做16岁需要准备什么款的传统祭品，所以家长拢会到大庙来办。不过时势总是强调，其实传统就是伫厝内做16岁，所以上午伊嘛延续这项传统，替50名青年做成年礼。但市政府依照往例，甲时势总署合作举办做16岁，市长赖清德上午嘛赶到现场，来为所有参加囡仔祈福。
本来因做集会以后，就是责任加重，爱知影尽本分为家己负责以外，嘛以加今年报名50对上的成年女性以及家长进行出招募金，互更加侪人认识咱的在地文化。虽然做这会仪式是台南独一无二的传统习俗，不过因为现在真侪家庭拢选到大庙做杂会，无真伫宗祠做杂会只有4世宗祠，就是甲200-300年前法官地5条港有一个搬运的工人有关，所以才有这项传统的风俗传承落来。嘛，伫精神面的现象，就是讲鼓励囡仔讲，互因大汉啦，爱家己负责任，但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拢爱担起一个应该负的责任出来。这是一个精神面的意义比较较大安尼。最大的无相像就是讲，庙宇是七娘妈亭放伫桌仔顶，叫人软桌仔骹过。这个比较。我的看法是讲，较无迄种亲情的亲密感，较无。传统的仪式就是讲，老爸老母徛伫两边，举即个七娘妈亭，互囡仔为下底两过。嘛表示讲出招募金，就是已经出来即个招募的即个保护下，拢会当自立起来是即个意思安尼。为了遵照鼓励，宗祠嘛特别准备油饭、肉酒、大面、甲胭脂、水粉等7项祭品，每一项拢有代表意义。除了感恩七娘妈保庇囡仔平安大汉，并且嘛借着活动，互囡仔留下难忘回忆。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今年本土天狗热病例，9单依然维持0个案，市府为了保持成果。上午伫中央的见证，正式将新台以及联发科技所开发完成的智慧捕蚊灯公开，同时宣布要设立伫中正等5大观光商圈，希望有效打击天狗热。这台就是由成功大厦甲联发科技合作开发有成，会当聪明猎网的仪器。其实讲较正确，就是将一般猎网的灯改装成有晶片，令无线感测、物联网加大数据的分析，会让第一时间知影出现伫热点的网啊种类，甚至连港的买的拢一清二楚。要设立200台伫台南热门的5大观光商圈。透过这种一般居家型的捕蚊灯，但是它因为它需要网络上传，好，所以我们觉得店家这种它刚好是一个本来就都大体上都有一个网络可以直接把那种蚊子的如果它捕抓到的话，我们会把它的那个数目那种蚊媒的指数即刻的上传，然后即刻就分析。那分析完之后，像这种跟观光有相关的，如果说下完雨。这种地区，那如果我们就会马上告诉那个就是卫生局，这个地区的蚊媒的有没有快速上升？如果有的话，那在哪一个范围？那这个都是透过电脑这样子分析，只要透过这种蚊媒捕蚊灯的这种感测，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资料上传做分析，然后马上的立即性的去做知青的动作。为了避免天狗热再次冲击台南，包括中正、国华以外，新台、孔庙甲海岸路等商圈代表嘛，拢加入示范计划，希望当利用智慧科技，第一时间来监控、了解到病媒网的风险，若有就马上进行自身源的清除。对此，中央疾病管制署甲台南天狗热防治中心拢乐观其成，全力合作来对抗天狗热。对我们来说的话，其实在中央非常的乐见其成。那这一次能够有这个200台的这样的一个捕蚊灯，那我想我们透过这个计划，我们会对整个病媒蚊的生态、它的活动习性更加的了解。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将来我们的防疫，我们要把最重要的重心或者是它的优先顺序，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制定？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物联网的时代，那相对的，我们防疫也一直在走向这个智慧防疫的时代。所以我想这个在中央最重要的角色，还是我们希望看见这个计划。
那如果它未来它能够发展得很好的时候，我想中央一定会在各种的这个资源，不管是人力物力的这些后续的资源上，我想我们中央也都会尽一份相当的力。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妄惊啥啊？妄讲惊迄个农药吼，咱甲伊农药喷的环境就好啊。安尼观念呢是毋对的，是毋对的。网啊油哪会发展咯？你农药甲喷的，伊到尾有抗药性。其实同重要的是要知青啦。虽然今年本土天高这病例到8月28十个为止拢维持0个案，不过一点仔拢袂当放松，要一下正能力量来对抗天高这个威胁。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争取民进党后一届台南市长提名的立委陈廷辉，这2天连续成立 A 业甲新化白河后援会，引2000名支持者到场。其中新化后援会一名高龄105岁阿嬷，佮特别送往来，祝福好运往来。少年活力用行动全力争取民进党后一届市长提名的立委陈廷辉，为顶礼拜5伫花园夜市出席台南市A业界庆祝父亲节感恩晚会，甲后援会成立。礼拜佮分别成立新化以及白河后援会，每一场拢引2000位支持者到场，场面相当热烈。现场陈廷辉除了一一甲每一位支持者握手问好，同时也分别授旗予后援会会长。A 业后援会由曾阿瑟担任，新化后援会会长，这是由里长联谊会会长李瑞雄接任。陈廷辉，动算，陈廷辉，动算，天辉，天辉，天辉。其中新化后援会成立大会地点就选伫宝城大地庙广场，现场还有高龄105岁阿嬷杨涵警示，特别前来致敬往来，有祝陈廷辉会当顺利出线。感谢咱阿嬷105岁，咱特别来到现场来甲廷辉加油，小天好。廷辉发出一个口号，叫行动政府要解决便利化。行动政府就是要用廷辉的行动力。廷辉有10党的议员，10党的立委，我接到代志绝对是马上办，抗袂掉啦。就是讲的，农民来甲咱拜托，还是市民来甲咱拜托，拢是伊紧迫性的，所以廷辉拢愿意作为一个平台，为大家来争取，为大家来要求，做了一个上好方向的处理。所以伫遮行动力是廷辉的代表名词，嘛希望这个代表名词。会当为咱未来台南市做更加侪代志。会中参选人陈廷辉也接受各界致敬包啊甲赞，并拜托乡亲电话民调一定爱全力支持。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记者节，台南市记者工会会员大会举办第52届第1次会员大会，邀请辛苦工作的记者朋友组织做伙欢庆这个节日。同时，只有这次的会员大会进行理监事的改选，并由中华日报社长庄耀华当选后一任的理事长，将持续推展会务。
庆祝记者节第52届台南市记者工会第一次会员大会26号举行，办理了丰富的倒菜，希望慰劳记者朋友伫日常做工课的辛劳。同时，伫会中也进行理监罪改选，伫第51届记者工会理事长吴顺德的筹办之下，以公平的方式，会员一人一张选票。来选出15位理事甲5位干事，同时伫参会进行当中，也选出后一任，也就是第52届理事长，由中华日报的社长庄耀华当选，两人进行交接典礼。新任的理事长庄耀华也表示，未来会积极推展会务，互记者工会一档比一档更加盛大。那最重要还是说，我们的国际界属于来参与这个活动之间，这个领导书，是有意思，这个叫做艺术用，是台湾综合文化中央社来构设，比较大家以最这个花香，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来看看这个平台，这个新的这个艺术用装饰来谈艺术，今天我们会员、小姐先生，大家晚上好。受到大家的爱戴，这个广场市场极力体现，真歹势。这个比赛是有才有才有礼这里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进最的会中有侪民意代表、市府官员拢到场致意，感谢记者对市情监督甲报道，也因为记者的客观报道，才会当互第四权有效发挥。看到现场的记者大哥大姐，更是以前在跑新闻的时候，当做伙咧走新闻，提醒人的时阵拢用力来学习的所以来到这刚刚就提醒，希望比咱整个国际的协会，在整个未来需要我协助的地方，也拜托大家不要客气，尽量交代，团队真的会用我们能够做的所有一切的力量，为大家来服务。主办单位同时也准备了一个礼品，伫咧舞会当中进行抽奖的活动，每一位幸运得奖的会员拢相当的欢喜。也互这场台南市记者工会会员大会顺利圆满来完成。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迈入第11届的 BB 款片 BBTV 卡拉 OK 比赛，28号东区初赛，就伫大湾东百货的广场展开，吸引侪爱唱歌的民众参加。而今年比赛因为拄好伫情人节进前，嘛互故意组参赛者刘子荣。特别献唱王菲指名要送给太太，最后摕下故意组的冠军。现在咱做回来看卖。伫中心里办公处热情的爵士舞的带动之下，将东区初赛绕地开场。会中包括立委叶宜丁、东区区长吴明熙以及侪里长甲贵宾，拢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场面相当热烈。祝福今天每一位歌手都可以有最好的表现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最感谢的是双子星声冠王跟这个大圆柏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场地办这样的比赛让我们选手歌手可以大展歌艺感谢咱的双主车咱的三冠龙的5档的伊嘛逐场咯拢亲自踮遮坐阵来听歌啦真欢喜感谢双子星三冠王给我们带来视听的这个好生活非常欢喜搁再一次来参加咱双子星三冠王所举办第11届已经11档咱这BB 卡拉 OK 的比赛这11档我拢有参与一档比一档更加热烈，一档比一档，咱的选手咱的水准拢提悬真正爱感谢咱双主星三冠王
咱的吴董事长所率领的团队会使讲善尽我们社会责任。今年东区初赛总共45位报名，其中有母仔囝、毛兄弟姊妹做伙参加，嘛因为比赛拄好是前年在进前，国语组刘子荣嘛将家己的歌声献予家己太太，得到评审好评，拿下国语组冠军。伊最后公布成绩，台语组第1名陈慧娟，第2名江灿福，第3名严静怡。最佳舞台造型杜松哲，最佳舞台魅力则是戴慧茹。在国语组的部分，第1名刘子荣，第2名林志宇，第3名方世豪。最佳舞台造型陈慧石，最佳舞台魅力则是林樱桃。我在黑暗的空气中找出最后的可能，吵闹的声音。无聊的剧情，一段感情渐渐变化，事到如今我才知影，是不是爱到无命不知惊，拆开伤痕才知疼。可怜，像春冬的音乐，叫人们这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伤心潮破碎，弯道一般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也赔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主办单位表示，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同时东区初赛实况卖对9月23号开始，以第4频道分段播出。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台南东区扶轮社为了庆祝受证50周年，在去年结合林成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成立台南小儿麻痹者关怀中心，帮助患者甲家属。今年再次结合知名保险柜公司举办慈善音乐会，会中保险柜头家佮提供产品义卖，所得将捐政府中心，帮助小儿麻痹的患者。由台南东区扶轮社甲立宝保险柜公司董事长苏明秀共同发起的慈善音乐会，25号暗时在台理智酒店举行。音乐晚会以巴洛克式风格呈现，以古董提琴、大键琴、并上东罕见古琴为主题，演奏巴洛克式风格的音乐。晚会经费由立宝保险柜公司专业赞助，该公司并提供一个价值60万的艺术保险柜义卖，伊被所得将捐赠予台南市小儿麻痹者关怀中心。小儿麻痹的关怀，其实多年以前我们就一直开始做了。那到去年我们台南东区扶轮社是50周年，所以我们又特别定了一个小儿麻痹关怀中心。那我们第1年募款已经募到300多万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会在100万。这一次我们社长他看得起我，说给我这次机会来这个协助来办这次的演奏会。那么我把我们的在世界上很顶级的产品拿出来做这个拍卖。那我希望的目标可能比社长讲的还更多一点。我希望能够募得更多的款。那么后续呢，我们日保保险柜企业呢，也会这个做后续的捐款。我们期待今年的目标不要输给去年。台南小儿麻痹者关怀中心在去年7月由台南东区扶轮社受证50周年，结合财团法人台南市私立林成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设立，有计帮助台湾地区大约7万到12万的小儿麻痹者。这次透过立宝保险柜公司赞助甲义卖，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较侪企业投入。但新闻综合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好天，有时阵云，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到阵风6级。
感谢你收看8月28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